来消息来看，今日开学咯，桃园市的客运业者目前是因为找无驾驶头毛的少，107条的学生专车的路线，恐惊就需要调整哦，甚至要取消。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已经有请客运业者针对市区的公车、甲学生专车司机的调度来做调整，会尽量来维护学生的权益。客运的司机无用咧载人客，桃园的司机目前欠编270个人，加上高中以下的学校8月30开学，目前有107条学生专车的路线，罢免会减少或者是合并。虽然交通局每个月增加补助驾驶员1万块的薪水，业者嘛增加待遇来招人，不过欠人的情形煞是无改善。客运业者讲，薪水有改善，流失的速度有降低。在客运业这个环境，它的压力比较大。现在政府已经有相关的一个补助，能够提高这样子的诱因，也减缓了驾驶流失的速度。负责处理学生专车的桃园客运，目前司机嘛欠190个人。市府讲已经请客运业者伫市区客运甲学生专车的司机做调度，会尽力来确保学生的权益。原则会朝向透过既有市区公车路线，在尖峰时段增加班次，或者是学生专车路线整并的方式处理。本局也会站在学校以及学生的立场，持续与桃园客运协商中，务必维持学生上下学的便携性。桃园市政府表示，学生专车是市府多年来为着要协调高中生上下课方便，所以伫上下课的时段，请桃园客运以公车的形态来载学生。学生只要用因的学生卡来付钱就会使。嘛捌考虑过用游览车来载，不过高是补贴的费用都要1亿，是无法度负担。所以请客运业者继续开学生专车，未来嘛会看情形调整上下课时间公车的车帮，让学生读册交通会当较利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